冬天嘅北京好容易讓人感到焦慮，因為太陽落山非常之早，好似咩都未做，天就黑晒。咁我自己諗咗個辦法，我將我手機嘅時間調快咗1個鐘。果然，當第二晚夜幕來臨嘅時候，我一啲焦慮感都冇，只會覺得呢個係本來就應該發生嘅事。我突然就醒悟咗，時間佢其實只係一個數字，我哋仲係擔心嚟唔切，做唔好，擔心虛度咗光陰。但其實時間只係人為用嚟測量標記嘅單位，佢本身只係中性嘅，冇好壞，冇壓力，都冇評判。我哋之所以焦慮，係因為我哋賦予咗呢個數字太多嘅其他意義。我哋將年齡等同於價值，將截止日期等同於成敗，將流逝等同於失去。所以我哋其實冇必要過分地關注嗰個數字嘅本身，將注意力放返你正在做嘅事情上，不再追趕時間，唔再讓時間成為你去恐懼嘅理由，放心大膽地朝住你要走嘅方向去前進。